第3章，所以恁若珍惜甲基督三甲个月，就着求伫顶面的事。伫遐有基督坐伫上帝的正边，恁着少念顶面的事，毋通少念地上的事，因为恁已经死了。恁的性命甲基督三甲藏伫上帝内面。基督是咱的活命，伊显现的时阵，恁也要甲伊三甲显现伫荣耀内。所以着治死恁伫地上的肢体，就亲像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甲贪心。贪心就甲拜偶像一样，因为这个事，上帝会受气，的确临到遐个悖逆的囝。当恁伫这个事中活着的时阵，也捌安尼行过，但现在恁着弃绝这一切的事，以及怨恨、受气、恶毒、诽谤，搁喙中污秽的言语，毋通彼此讲白贼，因为恁已经脱去旧人，甲旧人的行为，穿上新人。这个新人伫知识上渐渐换新，拄拄亲像造因的主的形象。伫这并无分希利尼人、犹太人、受割礼、未受割礼、化外人、西古提人、做奴才、自主的，只有基督是包括一切，搁踮伫逐人的内面。所以恁既然是上帝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着存怜悯、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吞忍的心。即使若是这个人甲迄个人有嫌隙，总着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恁，恁也着怎样饶恕人。伫这一切的以外，着存着疼心，疼心就是联络全德行的，搁要互基督的平安伫恁的心内做主。恁也是为这个蒙召，归做一体，搁要存感谢的心，着用逐项的智慧，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伫心内，用诗章、上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受温感，歌颂上帝。无论做什么，或是讲话，或是行事，拢着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伊感谢爸上帝。恁做妇人人的，着顺服家己的丈夫，这伫主内面是三合宜的。恁做丈夫的，着疼恁的妇人人，毋通歹款待因。恁做囝儿的，着凡事听叹爸母，因为这是主所欢喜的。恁做老爸，毋通惹囝儿的受气，惊了伊失了志气。恁做奴仆的，着凡事听叹恁肉身的主人，毋通只伫眼前服侍，亲像是讨人欢喜。总着存心诚实敬畏主，无论做什么，拢着对心来做，亲像是甲主做，毋是甲人做，因为恁知影对主迄位的确得到基业做赏赐。恁所服侍的就是主基督，迄个行不义的，的确受不义的报应。主并无偏袒人。